好，再一次哦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我们来一次风车起伏哈。请从事木齐队的合唱团小朋友到四一教室把团服脱下来。那你先蹲下。整理完毕，交回来是这边。好，我们听那个击鼓手哦，然后不要讲啊，不要去我们可以就认真当做是我们去表演。哦，还记得吗？风车起伏车，记得哈。好，那就。
马燕走光出预备起！1、2、2、1、2、2、1、2、3、走大哦，哪里才会怎么练，统统送给你。好，针对刚刚的那个练习啊，其实有很多都忘记了哈。那一开始的时候，本来可以敲的，可是呢，像那个停调的那个地方，你就要注意。所以你敲的，你不是敲音乐，不是这样，你可是要去听那个到底是什么时候要停下来，那个是你的功课，你要把它记住。所以你还是要听那个音乐，什么时候结束呢？你就听录取，他们敲几遍要注意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那个跳。第二个是精神方面，你的精神不够，你好像很痛苦的在做这件事情，有那么痛苦吗？自然是让你这样，你就很痛苦。所以那你的整个的精神也再来第三个，这个你是主角的，还是你第三个动作你要怎么做啊？你注意他们的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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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当那个动作交叉步的时候是错的，你真的是噔噔噔噔噔，不是在重拍，你要在这中重拍，这个是重拍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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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给他先做那个第三段的交叉步，记住哦，先来试试看，要配合音乐听音乐，对，音乐来，对，1、2、3，来，你看错，对，再一次，一开始的当就是这个右脚不要跳出去，不要犹豫哈，对，1、2、3，来，对，这样才对啊。对，要讲。好，这边对了，但是那个第一段、第二段、第三段这个换动作，就是你们的专业，跳，第一次这样换动作这样跳对了，好，那就是你们不知道是什么，来我们轻轻的对，1、2，开始不是这样，噔噔噔，再次，开始很快就要跳，不要等到第二次再跳。都是右脚、后脚啊，对，1、2、3，对，对啊，后脚跳2次，前脚跳2次，不是吗？对，1、2、3，来，好，这个是第二段，对不对？第一段是怎样垫脚的吗？记得吗？垫脚。你整个手要用，噔，后脚哦，噔，换，先垫，向后垫2次，噔，这样知道吗？好，然后第3次了，对，1、2、3，好，来3个动作，你们可以了，试试看，对，音乐来试试看，对，5，好，音乐来，5、6、7，来。再一次，垫脚，看，第一段是这个动作哈，对，5、6、7，来，好，看前面的，不要看自己的脚哦，看前方，看大地，好，第二个，对，前面的要带，要除了做动作，一定要带他的动作来，好，第3个，好，错了，太紧张了。来，我们来再对，对，来，从第2段开始啊，垫脚下，5、6、7，来，
真好，这就是你的专业，你没有把它真正学会，就是这个交换，从第二个开始哈，第二个动作哈，接到第三个动作，每一个动作都要确实做好。对，5、6、7，来。没有错，谁来教他？谁来教他？阿顺，你去开一下吗？去开一下那个。我们开都不能开。可以要拉。开。往上稍微抬一下，阿顺去开一下。哦，还是有错。你一看脚步就知道有错了啊。来，木琴敲就好，木琴来敲。第二段，你要做动作，我现在是看你的动作。你那个交换第二个动作到第三个动作，你还是有点错啊。你是这样，我们两个。注意哦。你看，这是不你没错，再来，对，5、6、7、然后再一次哦，这样知道吗？它是变成这样，我截短人灯，不是。好，再次，它是这样子，你看。好，这个地方你会做，看这。来，1、2、3，这个最后要变3次，它是这样。3、2、3，啊，它不是跳2次吗？它这样，来，3、好。对，因为那个很特别要交换，所以你会错，你一定要这个要变3次。3、1、2、3，你要变3次。再来，来。3、1、2、3，再来。要怎么教我哈？有些很累的，是吧？再来，这样。3、1、2、3，对。再次。2次了，2次，然后第3次过来，自己跳，对，因为他会了。这是第2阶第3，这样。等一下，来，1、2、3，好，对，好，我们接了，空跳，好，来2个一起，好，可以了，好，要全部，好，我们加音乐给他们，好，先从第2个好了，好，你跳错，好，跳开始，对，第2段接第3段，好，第2段开始，5、6、7，来，加油。好，先等一下，再等他，你自己跳。好，我来敲音乐，2个一起。你那个
啊？怎样？热。那个小孩，他们说他们有点热，穿很多。哦，对对对，可以吗？我拍了很多，还有拍了很多张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对，可以脱掉了吗？可以脱掉，对对。那还是说你要再拍一下，还是？对，我现在觉得可以吗？可以还在排队，但是他们可以脱下来，可以脱掉了吗？还是说那个等一下你们继续练？好热呢。要练一手是那个丰收期的那个欢乐童年来，你们一样，你们还是先去练，因为你的脚不错啊。你们两个不是那边的，那你先跟他去跳。欢乐那个还是那个脚步要跳到会啊。那欢乐童年来。自己要唱哦，要唱然后要跳，这主要是那个谁，你的动作，男生的动作有点错哦，要把它接，好了吗？看那个队长骂人了哈，队长啊，欢乐童年女生哦，再一次，好，队长要骂人嘿。
拍的不好就要在姿势方面。